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江。今日我想帶大家認識一個人，佢唔係靠歌曲而出名嘅，佢係靠改變聲音而喺個世界度出名嘅。佢叫坂本龍一 Sakamoto Ryuichi。咁我想講下點解佢會出名先，同埋講下點解啲人話佢咁勁。咁我頭先講過，佢唔係靠一首歌曲而爆紅，佢出名係因為佢建立咗一套音樂嘅語言。咁時間係1978年，佢同人組成咗 YMO 呢隊樂隊嘅時候，嗰陣電子音樂嘅世界仍然都係屬於小眾，但係當時佢哋已經用樂器砌出咗成個宇宙咁大嘅音樂路線出嚟。好多時候我哋而家聽到嘅電子音，其實都係源於係佢哋開發嗰條路咁樣行出嚟噶。而佢特別嘅地方，佢唔係在於寫歌，佢係要參與好多電影上面嘅配樂，佢可以話佢係好擅長於寫畫面。而真正令到成個電影圈記住佢個名嘅時候，係因為佢靠配樂。喺1983年，戰場上的快樂聖誕呢套電影，只要主題曲一出，就會成為二戰電影當時嘅音樂符號。仲有喺1987年嘅末代皇帝，當時佢更加得到奧斯卡最佳原創配樂，而佢亦都係日本人第一個得到呢個獎。佢嘅音樂唔只係屬於背景類，仲係可以代表個角色同佢氣氛，仲係可以帶動到心理。而講翻佢嘅技術層面，已經可以達到一個大師級嘅水平。因為同時佢係古典嘅作曲家、電子音樂嘅先鋒，亦係電影嘅配樂家，仲有好多音樂上嘅藝術。喺同一時間，佢亦都好參與好多科技同音樂上嘅實驗。所以簡單嚟講，佢唔屬於任何一個圈，因為佢本身已經係自己成為一個圈。所以全世界未必認識佢嘅歌，但係會尊重佢嘅格局。而外界好多人形容佢係世界級嘅勝利組。佢喺1952年出世，但喺20幾歲嘅時候已經成功挑戰咗音樂嘅規矩，到30歲就已經影響到世界。去到40歲仲攞埋奧斯卡，50幾歲嘅時候就已經變咗做傳奇。佢嘅人生可以話係一帆風順。喺嗰段時間，無論佢嘅健康、才華、掌聲，全部都擁有。如果人生有個劇本，其實嗰個時候佢已經係完美嘅結局。但係時間去到2014年，當時佢確診咗喉癌。對於一個靠聲音、靠呼吸而活嘅人，呢件事唔單止係病，係會令到創作者嘅身份上會有危機出現。咁當時醫生要佢立刻停工啦，因為治療會令到佢講嘢困難、音準，連呼吸都有問題。佢曾經講過一句好殘酷嘅說話：最難嘅唔係痛，最難嘅係你突然間失去咗控制感。喺嗰一刻，佢終於明白到名利、獎同地位每一樣都救唔到佢。而時間去到2015年至2019年之間，佢係有嘗試過慢慢復出。當時佢仲出咗新嘅專輯，又有唱過 live， 仲拍埋紀錄片。而當時外界都話佢一定過到呢關。而當時佢作出一個好成熟嘅決定，就係削減自己嘅人生，唔再接咁多應酬。佢寧願減少啲曝光率，亦都唔想同咁多人合作。佢唔想為咗聲名而繼續燃燒自己嘅身體。當時嘅佢決定咗將能量留翻俾自己。而時間去到2020年，佢嘅癌症亦都再一次復發，同一個地方，同一種病。而佢亦都講過，原來人生冇已經安全呢件事。而一次，佢改變咗對待呢個病嘅態度，佢唔再開始對抗命運，佢淨係想對翻件事。佢作出咗3個好大嘅改變。第一就係將工作量縮到最少。第二，佢淨係想做一啲想留低嘅作品。第三，佢亦都公開開始談佢嘅死亡同佢嘅心理恐懼。佢亦都唔再包裝自己。由2021年開始，佢開始去啲森林、河邊或者雪地錄音。而佢亦都改變咗以往嘅風格，唔再追求一啲好宏大嘅主題，淨係想記錄一啲風同雨或者腳步同呼吸嘅聲音。佢嘅音樂作風變到好安靜，但係好深。佢唔再做經典，只係記錄存在。而去到2023年初，因為佢知道佢嘅病情已經冇得救，當時佢製作咗一張極簡嘅專輯，個名叫12，而每一首嘅歌名係用日期去命名。而當時呢個專輯係冇做過任何宣傳噶。佢話：我只係想用剩餘嘅時間留低翻幾段聲音。呢個唔係藝術宣言，係離別嘅方式。喺同年嘅3月28日，
嗰一日佢離開咗呢個世界，當時佢70歲。佢離開嘅時候冇留低任何勵志嘅口號，佢只係留咗一種態度：時間有限，所以唔好亂用。其實當佢人生接近到尾段嘅時候，佢亦都好清楚咁去面對時間有限呢樣嘢。佢當時冇話變得特別樂觀，但佢變得咗好準確點樣運用所有時間，揀咗佢覺得最好嘅作品，用最後嘅力，仲有最後嘅時間，將呢件作品呈現俾大家睇。最後佢冇戰勝死亡，但係佢亦都冇浪費佢嘅生命。板橋龍一嘅一生，佢每日就係將時間投資喺自己真心想留低嘅聲音入邊，用一生去呈現一套價值。喺人生有限嘅時間裏邊，做自己最想做嘅事，亦都做到最好。佢呢種精神同做嘢嘅態度真係好值得我哋學習，而呢種亦都係一種福利人生嘅態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集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個頻道啊，因為你哋嘅支持對我真係好重要。呢度係福利人生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